自从这李莫愁来到花满楼，鸡犬不宁，人畜难安。我们必须想办法让他在3日之内卷铺盖走人。然，那李莫愁平素一副待人热炽的模样，说起话来好像唐僧念动紧箍咒，叫人好不耐烦。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，姐妹们有何高见？念佛诵经，先妙后烛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一句话，我们要让这李莫愁在这花满楼度过的每一日都如坐针毡，备受煎熬。哇，这也太绝了！不如我们将他灌醉，彻夜送出城，或者卖给人汉子，岂不是更加省事便捷？不行，咱花满楼是3国交界，律法森严，处事必须小心谨慎。那就依下联的计谋行事。谁？今夜共谋，天知地知我们知，万不可走漏一丝一毫风声。念佛诵经，先妙后烛。念佛诵经，先妙后烛，让李莫愁在3日之内卷铺盖走人。叫你丫多嘴！波色泼下月影千百两，惆怅难言浊酒几回酿。烟雨中笑相回，浪水浮尽坐畔，烟一次回塘。轻骑拨雪须一曲离殇，雨雨翠落许过又何妨？依稀梦枕点亮，看迢迢年华又望见故乡。烟雨沾热杯梨花脏，戏子折袖深深诉过往。石板桥流淌岁月无情试错的仓皇，当年深藏江南的你依旧在心上。莺啼如常我情思量，连得半尺端详过平江。乌篷车摇晃玉兰烟烟，波光碎影旁，却再也寻不出那年你莞尔一笑时的模样。妹妹，开门！开门！妹妹！找好你了！那你走好了！幸亏我昨晚半腿洗脚水还没走，我来救火了！我谁跟你说着火了？没着火吗？真的没着火吗？我刚刚分明看见火光中间吹过来就哭声洞天，我一听到你叫我，立马提着半桶水我就过来找你啊！不可能，真的。万幸，那姐姐你这么早来找我干什么？哎，我刚有什么事想跟你说来着？哎，我被你泼的脑子全洗干净了，一片空白。让我回去想想。那姐姐你慢走啊。回到房间以后，我终于想起来了，我今天清晨本想在银石叫醒李莫愁，让他替谷小二养驴去磨豆浆的。我要叫李莫愁从此早上再也没有安稳觉可以睡。人生最幸福的事情，莫过于可以睡一个回笼觉了。这给妈。说吧。说吧，你们几个又想吃啥？我给你们做啊。种哥哥，像你说的，你平时那么辛苦，我们姐妹几个为你做点事，还不是应该的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眼。
脸上都带着坏笑。说吧，到底要干啥？哎呀，何总，其实我们几个呢，就想让你休息休息，快乐快乐。至于厨房这些脏活笨活呢，交给我们几个就好了嘛。当真？您还不乐意呀？你别反悔啊！哎，坐下坐下。等等，这个客人的菜呀，还是您亲自来，咱们姐妹几个的就不劳您费神了。对了，把这剩下那些蹄膀啊、红肉啊、肥肠啊都端出来。你们几个又憋着啥坏呢？这光看咸鱼能管饱？我吃饱了。哎，惜春，你瞪着这咸鱼都瞪了半个时辰了，你一直咽口水，我以为你咽的是燕窝呢。你是不是生病了？唉，古人云，这望梅止渴啊，还真是有理。我现在口也不干了，头也不晕了，就连精神也百倍振奋了呢。我也饱啦。你们一个个都怎么了？都成仙了吗？不用吃饭了？这咸鱼真的能管饱？花姐，你看他们都怎么了？不用吃饭了吗？还有小二跟何总呢？他们去哪儿了？唉，这个月姑娘的伙食费呀，又超支了，确实该节衣缩食，节省银两。再这样下去，入不敷出呀。莫说你都看深夜咸鱼了，你都还没吃一口饭，太浪费资源了你啊！你们都着魔了吧？虽然我承认吃饭会长胖，喝酒会难受，但是我们大家都不吃饭，都不喝酒，酒厂就会倒闭，酒厂倒闭了，客人就会流失，客人流失了，花市就会关业，花市关业了，我们大家都会失业，我们大家失业了，国家政权就会不稳定，国家政权不稳定就会造成资源掠夺，资源掠夺就会造成战争频发，民不聊生，生灵涂炭。我一个人难受一点没关系，喝一点酒也没有关系，但是一想到会危及百姓，我就深深的觉得悲从中来，呜呼哀哉。青梅我所欲也，咸鱼亦我所欲也。青梅咸鱼兼得，而失天下也。行啦，不就少你一顿菜吗？烦死了！小二，上点卤素肉。唉。让他居无宁，不能赶他走；叫他食无味，也不能让他离开花满楼。李莫愁，你这个吴越国第一悲情大话痨，我已经对你忍无可忍了。姐姐息怒息怒，来，我看着你莫愁啊，疑神疑鬼，思维混乱的，也未必有什么大能量能搅动风云，不如我们去忍他一忍，再从长计议。要想赶走李莫愁，我倒是有一计，或可一试。说来听听。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，花满楼赖以生活生存的唯一水源昨天被污染了。这碗就是刚从边上河里打上来的。这断了水，咱们也都活不了啊。那后院的井水呢？后院的井水也不能喝了。我方才在洗头的时候，忽然看见井水变得漆黑可怕，我还以为我头发褪色了呢，吓死臭臭了。那怎么办呀？当务之急，唯有收拾行李，尽快离开此地，另觅他处，别无他法。离开花满楼？花姐
姐知道吗？花姐去哪了？人呢？哼，幸亏我早给花姐他们下了助睡眠的草药。花姐和小二说不定早就知道了，已经走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各自回房间收拾行李，尽快离开此处。对，今晚子时我们在后院，不见不散，一同上路。啊，快！黑水啊黑水，且听奴家细细道来。李莫愁怎么还不来？他不会不来吧？放心吧，这断了水啊，根本就活不了命，生死攸关，他不会不来的。哎，莫愁，你怎么两手空空，什么也没带啊？姐姐们，我是来给大家送行的。世界那么大，我想请姐姐们替我去看一看，我就不跟大家一起去了。莫愁，难道你想在这里等死吗？现在没水了，你根本活不过2日。你要想清楚啊！我已经考虑清楚了。既然吴王叫我发配到这个地方来，而且我肩上还背负着替家父血仇的重任，况且现在花姐、何总和小二他们都不知去向，我觉得花满楼要有一个留下来有交代的人。我决定，我留下。莫愁，要不我也不走了，留下来陪你。姐姐，与其大家一起在这里等死，还不如大家一起走呢。你们就快走吧，你们一定要轻装出行才好。你们带不走的绫罗绸缎、珍珠细染，都交给妹妹吧，我一定会因此替你们保管好的。好，那我们先走了，你保重啊，保重。我终会想你们的。哎，不对呀，咱不是要赶李莫愁走吗？怎么全反了？对呀，他好好留在花满楼，咱们倒走了。不行，咱得回去。怎么回去啊？咱们现在想回去也回不去啊。待我算上一卦。我记起来了，后院有一口枯井，说不定那儿的水没有被污染呢。
心道不明这纠缠，有几处雨，那雪花飘，惶惶中日思，浮生半梦，如今我却红尘年了。那雨无情，花淡漠年华，岁月流逝，留恋牵挂。你眼角奄奄，有情渐变，无心插，留来恨难辨。缘来缘去，去不散心呀。不看透，透不过红纱。踏雪寻遍，寻不见他。踏雪寻遍，寻不见他。白发催人老，多年前种下的情恋，摇摇曳曳，一如你笑颜。你我茫然，你的身影找不到，走过你的心。